有耐力，同埋亦都需要有爆炸力嘅運動。因為其實呢個跑樓梯比賽一般嚟講咧，其實都係10分鐘至到20分鐘左右嘅一個嘅時間。咁其實即係相對一般長跑，即係let's say 10公里咁，其實都要係30-40分鐘嘅。咁其實已經係算係一個比較短嘅一個距離。咁但係因為個時間短嘅關係咧，其實相對咧就係需要你嗰個爆炸力咧就係更加之大咯。即係如果你要快咧，你就一定要爆得快。嗱，咁舉個例先啦，由我哋當跑100米。咁你要爆，其實喺10秒內要爆完㗎啦嘛。咁大家都明喺嗰10秒入邊佢要爆係做到喺嗰10幾20分鐘又要爆，你點會爆到咁長咧？咁所以我就唔明佢點爆法，同埋喺邊度爆啦。係啦，因為其實佢跑樓梯佢每一下嘅力咧，即係通常你攬上去嘅時候咧，都會承受住自己可能最少都有一半身體嘅重量。咁其實所以每一力、每一下、每一步，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個好有爆發力嘅動作啦。即係需要嘅力量其實都係好大嘅。咁其實就一路堅持10至20分鐘，其實都同樣啦，都需要有一啲嘅耐力咯。咁就所以我諗係爆炸力同耐力其實都係好需要嘅。咁即係你個爆炸力就係喺每一步入邊都要爆炸㗎咯喎。如果用你嗰個講法，即係我以為係策略上啊，譬如話我以為舉個例，我頭10層樓我要爆一爆，跟住再到30樓我又再爆一段，就均速佢就再爆一段，其實就唔係咁樣。反而就係每一步都有爆緊。係啦，其實每一步都已經係有一個嘅少少嘅爆炸力。咁你哋所需要嗰個體力咪好大咯？嗱，因為均速已經好辛苦噶啦，以我所知道。即係你當跑馬拉松嗰啲朋友同我講練馬拉松嘅方法咧，我都了解咗。但係樓梯我都係第一次去接觸啊，即係我都唔係去跑啊，係聽你去講佢點跑啫。咁即係話一邊跑一邊又要保持到你嗰個體能要。即係你唔可以爆晒佢噶嘛，因為你冇力行埋尾嗰幾層樓咁解。咁如果係咁，有冇嗰個分段性嘅策略㗎？其實都有嘅，咁其實同長跑都會有一啲似咯。咁其實通常都係初段咧，都會係保留一個，會係有少少留前透後啦，同埋會有一個保持一個均速先嘅。咁就通常去到最後啦，咁你有幾多咧就可以爆埋出嚟，咁就會好穩陣，即係確保你唔會話早段太早發力，跟住就好攰就跑唔喐咁樣。咁因為其實跑樓梯咧，其實同平路真係爭好遠嘅。好遠，我諗唔明㗎，其實我真係諗唔明嘅。你知點解？因為所謂啦嚇，大家行樓梯就明白一樣嘢，就係我同阿寶係一樣嘅天地。因為你行到咁上下嘅時候呢，你會真係唔夠氣嘅所謂。你唔夠氣，你仲要我去爆，唔係話講笑啦。嗱，爆固之然我哋普通人都做唔到呢，而係話你再遞起隻腳好似本來正常係2斤重，去到臨尾嗰10步呢，就係100斤重㗎啦，連嗰10步都唔想再提起嗰隻腳，咁所以喺你嗰個跑嗰個過程，咁當然你哋運動員你已經平日喺度做好多練習係關於呢一樣嘢，有啲乜嘢係會協助到你呢一樣嘢，仲可以提起隻腳？咁其實跑樓梯呢種運動咧，佢主要用到嘅肌肉咧，最需要咧就係呢個四頭肌嘅。咁四頭肌即係我哋膝頭哥呢個部分嚟嘅喎。係啦，即係大髀呢個嘅位置啦。係啦。咁其實就如果你跑樓梯啦，或者就行樓梯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會鍛鍊到呢個嘅肌肉。咁但係如果即係除咗正常嘅訓練之外啦，其實亦都係有兩種嘅運動都可以有幫助。即係例如你踩單車，其實踩單車嘅話咧，都係可以主要係用到四頭肌。又或者其實喺健身室裏面咧，有好多嘅器材其實都可以去增強到四頭肌嗰個嘅肌肉嘅耐力同爆炸力嘅。咁即係話你平時練跑，即係當你練跑咧，就係除咗喺屋企後樓梯之外咧，你就去即係做 gym room 都用啲唔同嘅器材去幫手，或者去踩單車。係。踩單車得。咁如果係咁，叫阿黃金寶第日試下跑下樓梯，睇下佢又得唔得？因為佢個四頭肌一定好發達嘅啦嘛。咁嗱，另一樣嘢我就好好奇嘅係咩嘢咧？就係話因為不斷向上，而你嘅我當賽跑咧，就係大家啲選手可以唔掂到大家嘅，即係各有各跑。但係喺一個好狹窄嘅空間，因為個後樓梯大家都知有幾大嘅啦。全世界嘅後樓梯再大極啊，都唔會好大嘅。而所有嘅選手都要爭取時間快啲走上去嘅時候，咁即係話嗰個咪都要同人哋埋身肉搏，要壓開佢哋嘅。我唔知點樣可以自己彈出嚟咧？有啲咩嘢方法㗎？其實咧就即係每個賽事其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起跑嘅方式嘅。咁即係對於你喺比賽嘅過程裡面，即係遇到幾多對手咧，都有唔同咯。咁